半央收看客家名录学展，每日一项语新闻，把了5年事件制作嘅纪录片《汤因主因》，伫6月19號晏晡伫台北天然街首次播出。客家備戰會擔負主任備戰，希望透過這部影片，帶大家認識台灣嘅客家族群，和故事頭陣從包容多元族群嘅重要性。希望大家共下打拼，共下做台灣嘅主人。湯因主因係一出講300年代客家族群嘅演變，個進一步思考台灣這塊土地老蘇州族群價值嘅紀錄片。這部影片結合童話、講古、和有訪談、節目，做得講係老家眾藝術結合起來嘅創新紀錄片。內容係講客家族群佇台灣嘅人民社會，讓我求生存、發展、出頭，甚至轉型領導中面向嘅過程。湯因主因佇6月29號晏晡頭9點佇客家電視首播，7月6號下晝2點過一擺播出。另外，這部影片將會佇6月底開始佇全台限定嘅天然間就做得看得到，係報名成功就做得去站欣賞。詳細報名坦白，老開始報名時間，請到湯因主因面書查詢。以上係客家名錄學展嘅報道。撒下對愛教大家基本嘅每日一項語就係紀錄片。這個紀錄片當有族群價值，這個紀錄片當有族群價值。你學過嗎？下禮拜講來了。